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兔啊。观众朋友，敢知影印度这个国家，当人口可能较侪中国哦。印度在内定定展雄，讲家己是全世界上大的民主国家，即马煞徛一个歹办的立场。伫联合国3摆投票谴责罗西亚侵略乌克兰，印度拢弃权，是安怎讲歹办？咱讲甲印度上无拄好的国家，巴基斯坦掠外就是中国。即马对罗西亚的态度，印度煞甲伊的对敌中国徛共平，美国看袂过，考虑嘛要顺续制裁印度。日本呢，就印度经济合作来甲高墙，当这时对罗西亚态度反国较硬，讲伊非法占日本领土。美国则发表印太战略。哦，事实咱看到亚洲局势真复杂，印度这款立场是咧轻算啥物，阁有啥物历史甲外交的因端甲章头？今仔日咱做伙来探讨。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湾智库赖伊中咨询委员。主持人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副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新世界各国谴责罗西亚的报道，咱同齐来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受到制裁愈来愈多。美国总统拜登23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出席利息北约峰会，甲其他29名北约委员国的领导人开会，甲参加 G7 甲欧盟理事会会议。如果会甲欧洲各国发表包括对300多名俄罗斯议员实施新的制裁，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更较侪军事甲人道支援。And he will address the 27 lead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t a session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He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ordinate on the next phase of military assistance to Ukraine. He will join our partners in imposing further sanctions on Russia. 会议面顶，有个会阁讨论要伫能源安全方面合作，减少欧洲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比例。因为俄罗斯要表态无排除会动用核武。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士透露，有讨论是毋是要甲俄罗斯踢出 G20 20大工业国家集团。也毋过，这个提议有可能互中国、印度甲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拒绝。这嘛有可能互部分的国家今年无要参加 G20 峰会。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益。咱今晚邀请伫线顶参与讨论前外交官老师吉先生。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咱今仔日要用亚洲局势的角度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即马全世界在谴责罗西亚，尤其是欧洲算讲是透动，总是伫咱亚洲有破一空，就是印度这个国家。美国拜登总统谴责印度讲伊是四方安全对话的国家内底。孤一个对罗西亚态度暧昧的这个国家即马伊要访问欧洲，要出席北约的峰会 G7 甲欧盟的理事会。美国嘛要制裁罗西亚国会内底300个国会议员当这时要甲罗西亚赶出 G7。G20 这是20大工业国总是受到中国的反对。伊讲无一个国家有资格赶出另外一个国家中国外交部长嘛要访问印度来争取印度对因的支持。当这时，日本首相嘛有去印度访问总是甲伊高正，要同齐来谴责罗西亚嘛无正即摆咱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伫线顶对日本国会来演讲日本国会议员同款嘛是受到感动，讲要考虑要进一步来制裁罗西亚，因为日本对罗西亚的制裁即摆两国无啥拄好，尤其是北方4个岛屿的争议无结果另外，最后咱看到战争到呾罗西亚坐飞弹内底的这个晶片是台湾制造的，用了因为台湾参与制裁罗西亚因的飞弹可能无法度搁使用，这个问题咱今日要来讨论。大兴，咱讲到 G20 这20大工业国这个峰会是因为要针对1990年代迄个时阵的经济危机来成立加在是有中国甲美国拢足合作嘛促使欧洲欧盟加入来稳定世界的这个货币。咱请教赖委员这敢会互中国伫G20 内底伊讲话较大声咧？
因为实际上G20迄届有即款的设计出来，主要是因为迄2008年迄届吼，因为算讲对美国开始，咱讲迄个financial tsunami，讲人讲迄个用汉语来讲就是金融海啸吼。所以这表示讲，迄当阵开始认为讲，爱找唔单单是讲迄经济大国，嘛爱找讲。伫无共的州吼，算讲较有代表性的国家拢总做伙，所以讲G20毋是讲世界上大20个迄个经济国家斗阵去开会，是即个有经济大国，但是嘛是伫无共的州内底有算有代表性国家伫迄内底吼。而且当然除了讲美国、中国以外，嘛有包括欧洲，嘛包括像讲印度，嘛包括像讲巴西吼。甲南非即款的国家包括迄个罗西亚，就讲罗西亚吼嘛伫内底。是。迄当阵当然是针对算讲迄当阵的即个银行拢倒去，还是安怎吼？即款金融的即个危机的代志。当然了后，即个G20佫开始变成讲真侪只国家来共同讨论全世界经济问题一个上重要即个论坛。吼。当然即马罗西亚吼，即个甲伊G20甲踢出去，我是感觉讲，当然对即个罗西亚本身的经济甲全世界迄个即个情形，袂讲有真侪影响。我刚才是讲一个对话即个算讲场合，伊无来参加对话安尼尔啦吼。一个管道无去安尼。嘿对。但是就是讲，这嘛表示讲，这送出一个政治的信号是讲，罗西亚即款的做法。连伊的算讲有其他管道的即个空间吼，认为讲伊是算讲全世界经济正正面一个贡献者，即款的即个角色都已经无互人承认。所以讲伊的算讲伊迄政治的即个性质，比算讲经济要想要解决即个问题的性质较大一点嘛。咱知影即个G20是一个峰会吼，伊甲平常的国际组织无共款，要甲罗西亚踢出去，敢有即个合理的定数甲中庭会当做？这就是家己南做伙咧讲话啊！今仔日我无要叫你过来，是讲其他国家嘛，感觉讲会用是，我无要叫你过来，你就莫过来，就安尼对。就无邀请就会使。嘿，对，所以讲这完全看即马即届的算讲G20的主办国是倒一国嘛。是。伊即个国家开始来讲，我要邀请这其他国家过来。实际上主办国本身吼，也是讲嘛有内底嘛有其他主要国家嘛同意。伊除了讲这算讲G20本身已经有的国家以外，伊嘛当然讲邀请其他的人，无论讲这其他的算讲贵宾吼，伊是国家的领袖，还是讲大公司的头家，还是讲这个算讲国际组织的一个头，拢会用着。所以讲伊本身算讲非常的 flexible， 非常的弹性。是，就是讲中国伫遐咧呛声，可能嘛无啥物效果。中国的呛声意思就是讲，伊讲互即个罗西亚听，讲我有咧甲你保护啦。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吼，伫联合国有一个投票吼，决议要谴责罗西亚侵略乌克兰，要求停止攻击，而且念伊无条件的撤军吼，这个决议拢总141国支持，有5国反对。其中有罗西亚，这是当然的；另外，阁有 Belarus 甲北韩吼，这些拢是危害到世界安全的国家。另外有35国是气管内底有中国、有印度吼。即马世界会使讲分做两边啊，一边包括着美国总统拜登，伊讲罗西亚应该为对乌克兰吼，这个。伫乌克兰残害人权、人道危机来负责任。另外，联合国的秘书长讲吼，根据联合国的宪章，乌克兰的领土甲主权就应该受到保护。过来，咱看到乌克兰驻联合国的大使讲，即马罗西亚针对乌克兰的目标，毋那是占领哦，伊是要进行这个种族的灭绝吼。咱看到另外一边是。罗西亚驻联合国的大使讲，这个决议吼，敢若会互情势更较紧张啦。共款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伊讲的话嘛是共款，这个决议
会互这个世面更较复杂，总是一个投票内底，咱看到两个本地应该是对敌的国家，中国甲印度煞徛共平，咱来请教吴老师吼，这款的状况安怎处理咧？是安怎会发生？是，咱看到其实吼，学我赖老师嘛有讲到，即个 G20内底，其实咱会记得吼，旧年年底的时阵啊，要召开 G20，中国的习近平唔敢去。用视讯来出席这个重要会议，为什么？因为伊惊去其他的国家、其他19国的国家来甲围殴啊，所以咱看到伊无去吼，啊，但是世界各国嘛是照伊原本的定数来继续行做落去，好，包括气候变迁的这个会议顶头嘛是共款，你无来。你用视讯来讲话，其实咱嘛知影讲，啥无爱来的这个原因。当然，咱看到讲，即摆联合国吼，在谴责这罗西亚的部分，当然对全世界伫看这目前吼，乌克兰去罗西亚安尼不断的侵略了后，死遮侪人，足侪老百姓无厝通去转去，其实。若是有小可有迄种感觉的吼，你就知影讲，这是一个侵略的行为，这是一个战争的行为。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国家啥哪会伫全世界拢认定讲，这是一个侵略的行为的时阵，因刷投出，譬如讲有反对票，嘛有弃权票的部分。尤其当然中国投弃权票，这袂讲感觉足奇怪，但是大家感觉足奇怪是印度。印度照理来讲，伊嘛是这美国想要有的这印太战略的这个迄个朋友的这个关系。啊，但是像那印度会伫这个时阵，就甲当这个迄个弃权票的部分。其实过去吼，咱嘛知影伫对印度来讲，伫伊的附近的迄款领土，伊有足济吼，甲人有即款领土的纠纷吼，有这细甲差的所在。啥物所在？比如说讲巴基斯坦吼，比如讲中国，因拢有足长的迄款领土的迄款接壤的所在。啊，所以因过去吼，就定定为着这领土的部分，都斗来斗去。啊，但是对印度来讲，咱嘛知影吼，啥那伊会安尼落这。来做迄款无谴责的部分，伊是对伊来讲，伊虽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伊伫伊国家利益内底，伊即摆甲，譬如讲巴基斯坦甲中国有迄款领土的迄款纠纷，咱大家拢知影，亲像伊甲中国吼，迄遐尼长的迄款领土线顶头，迄伫遐尼悬的山顶吼，啊用石头都牵来牵去，啊。但是因着拢激烈，唔敢去发展进一步战争。但是伊对巴基斯坦吼，其实吼咱嘛知影讲，之前无偌久，伫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时阵，结果印度怎无设置讲去发射一条飞弹，走去巴基斯坦去。那全世界拢足紧张啊！你哪会伫即个遮紧张的时阵，然后误触吼，这飞弹，伊讲这是。技术顶头的信号，但是咱嘛知影，迄个印度伊嘛是一个核武的大国，你若做即种动作的时阵，这是会互无信任。咱尤其是吼，当然对印度来讲，伊感觉吼，这过去这伊甲巴基斯坦两国吼，这有迄款领土纠纷的时阵，结果美国敢若无啥听伊。啊，为什么无啥听伊的？因为伫阿富汗战争的时阵，因为美国需要。阿富汗，吼，这个国家会当更加稳定，所以伊伫这种敢若无都表现出伊是大国的这个行为。是，啊，所以建中老师，咱即摆先来甲观众朋友解说一下吼。观众朋友来看，建中老师讲的这个所在吼，就是叫做克什米尼哈，伫这个所在是一个三卡都的这个状况吼。这个巴基斯坦、甲印度、甲中国拢分别控制一个区域。啊，伫遮有济冲突吼，另外阿富汗嘛伫边啊，即马即个印度吼无谴责罗西亚受到谴责啊，伊的话就是讲，我甲别个国家有领土的纠纷的时阵，恁西方国家、恁美国伫倒位咧？咱请教赖委员吼，伊即款的讲法，敢伫国际上、外交上有够野的力头？不，我想吼，印度伊主要无要谴责迄罗西亚，伊表面的理由是讲，即马即个罗西亚甲伊谴责，实际上对即个情势无帮助，吼。是。啊，当然伊是一方面是伫联合国投迄个要谴责罗西亚吼，伊甲投迄个弃权票，吼。但是呢，一方面佫有发一个声明，就讲吼，伊无赞成吼对即个算讲 Ukraine 吼这边的侵略。
所以讲伊用安尼即个做法，但是吼，印度为什么也安尼来处理？就讲无伫联合国内底吼，暂时甲谴责。吼，啊，毋敢讲斗一摆、斗两届、斗三届拢安尼吼。主要是讲印度即马对本身来讲，上大的即个威胁，犹原是甲中国。所以想来想去，拢是讲安怎来对付中国威胁。啊，为着对付中国威胁吼，罗西亚伫后壁甲对中国迄个牵制，会变成讲对伊来讲非常的重要。啊，毋敢讲即个罗西亚对中国即个牵制，嘛包括讲罗西亚是印度本身吼，即个算讲军队吼、军火吼，算讲差不多一半。迄上大迄个来源，毋敢，这是一半，已经说这过去这几当算讲较无遐济，以前甚至有悬到差不多75%，伊的这军火伊武器，拢是对这罗西亚甲伊套过来。啊，当然这罗西亚伊嘛卖武器互中国，嘛卖武器互印度，但是罗西亚要针对中国要甲牵制的时阵，伊拢是卖互中国较歹。啊，袂互印度，算讲共款物，互伊较好诶。所以用即款诶方式来对这中国来牵制。所以罗西亚甲即个印度伫即个所在，算讲大家是朋友，吼。啊，尤其是罗西亚伫算讲冷静时阵，吼，迄当阵咱知影讲美国有迄联合中国来迄个对付算讲苏联 Union。苏联迄款的历史，啊，伫迄当阵，即个苏联为着要来对付即个反对美中的联手吼，所以讲伊伫南亚找即个印度甲伊做伙来对付中国。啊，即马吼中国伊咧对付印度的时阵，伊安怎处理？伊是联合巴基斯坦啦来对付印度，所以讲一方面是讲。即个美中甲苏联之三角关系是讲美国甲中国联合中国要对付苏联，啊苏联要针对即个中国就联合印度要来对付中国，啊中国要对付印度就联合即巴基斯坦来对付印度，所以讲一直安尼牵落，所以像讲即内底度的即个Kashmir 吼，即款的即个领土的争议吼，实际上完全伫以前，敢若拢是即印度甲巴基斯坦。双边的问题是啊，为什么中国开始牵入来？唔是讲干中国要帮助巴基斯坦，是讲伫即算讲2001年、02年了后，巴基斯坦主动吼，甲迄喀什米尔伊占一部分，啊，甲伊送互中国去。所以讲，因为安尼，所以讲变成中国即个喀什米尔吼，开始有中国的因素伫内底，是，互印度更较歹处理。是吼，啊无伫进前，拢敢若是印度甲巴基斯坦安尼尔。哦，尤其是即个算讲中国差不多对2013年开始，有一个叫做迄个一带一路吼，吼，人即马咧讲算讲对即个路上有一个Silk Road 吼，啊伫海洋阁有一个另外一个一路吼，啊即段内底吼有一个上重要所在是讲中国甲巴基斯坦即个人讲。中国巴基斯坦的经济的走廊，吼，即个计划，啊，即个计划内底，其中就完全迄个算讲穿越吼，即个喀什米尔即个所在，所以讲因为安尼所，互迄个中国甲巴基斯坦的关系更较近，嘛互即个中国甲印度之间的迄个关系更较紧张，啊，为着安尼，印度就是讲，无论讲我的迄个算讲我的武器。啊，我差不多一半要对迄个苏联，算讲罗西亚过来，我嘛有即个要针对中国的即个威胁，啊，我需要甲罗西亚来即个合作。是，所以讲伫遮吼，变成讲伊伫即届吼，注死吼，拍死嘛，无要投票，要来谴责即个罗西亚。啊，尤其是印度即马就惊讲，也是讲对迄算讲罗西亚的即个制裁到吼，甲迄罗西亚拍甲密密麻麻，啊，即罗西亚对本地。算讲一个强的国家，会当对中国来算讲甲伊牵制，到来变成讲完全咧仰赖中国，要靠中国才有法度活落去的时阵吼，到时中国伫即两边，就讲中甲罗西亚关系，中国愈来愈大，啊，这印度佫要都佫较歹处理啊。是，所以讲因为安尼，当然我是感觉讲即款的战略理由，当然大家会当理解啦，但是也是。因为安尼，所以讲变成对即个 Ukraine 吼，即个算讲罗西亚对 Ukraine 针对反人道的即个罪行，恁拢无要讲话，安尼真侪人嘛看袂去。哦，是，观众朋友，咱看到印度咧轻松的物件，拄好是议中委员所讲的吼，咱知影即个
抓准美国需要伊来对抗中国，所以伊就敢无对罗西亚来表态吼。咱请教吴老师，你敢有要补充？其实吼，咱看到其实学我赖老师嘛有讲到，讲中国卖武器吼，毋若较好卖印度以外。较歹卖互中国，迄咧交武器的时阵吼，伊嘛是先交互，虽然印度是咧后壁买，但是伊先交货交互印度，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印度吼伫这买这武器的部分，其实伫迄个国际市场顶头，伊基本伊就是甲罗西亚有较好的迄款友谊，但是咱看到讲，其实伫中国做这一带一路要弄出去的时阵，伊甲巴基斯坦中有一条迄款经济走廊，但是这经济走廊顶头吼，其实咱看到讲，中国就是想要跳过这美国对伊的围堵，因为咱知影这2党内底吼，尤其美国吼是想要透过印太战略，然后甲中国甲包起来，甲包起来的时阵，当然对中国来讲，伊就是爱甲传出去。传出去的时阵，当然两边就是会开始互相来诱的这个情形。过去阿富汗战争的时阵，美国抑搁伫这个所在，所以咱看到即摆阿富汗美国撤军了后，其实这个所在变做一个迄款权力较冷旁的所在。包括巴基斯坦嘛讲啊，美国你过去吼，你是阿富汗的迄款战争，所以需要我的部分。但是你即摆敢若无的情形之下，是毋是你就要走啊？你若要走的时阵，即摆中国挖入来讲，我会当甲你斗相共啥？我给咱啥物技术要互你，我啥物钱要甲你投资。对巴基斯坦来讲，伊嘛是感觉讲，这是一个足好的行为。但是对美国来讲，伊无可能讲一世人吼，拢爱甲你安尼无限的这种投资，你嘛要家己有迄款自我防卫的这种能力。但是对印度来讲，伊当然是大国，伊嘛是希望讲伊伫这个所在会当展现伊大国的这款情形。但是咱嘛知影过去吼，印度就是一个无革命的国家，吼，因为过去伫迄款冷战的时阵，美国甲苏联两边拄好是两边在有家己的迄款细汉的，但是。印度伊就讲，我毋是讲我无加入尔，伊想要伊有伊家己的这朋友国家，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虽然印度是讲伊是一个无革命的国家，但是比如讲伫70年代的时阵，伊嘛甲苏联捌签过啥物友好协议，尤其差不多应该是2016年的时阵，伊嘛甲美国有签一个啥物后备迄款保障的办法，所以咱看来讲，虽然敢若是讲一个无革命的国家，这无革命的国家是因为你甲城这利益无够，还是讲？这伊真正是一个无革命的国家。其实你有这个协议顶头来看，其实你若是有一寡共同的利益，还是共同的价值的时阵，是袂使甲印度搁纠甲国外。所以这嘛是国际吼，包括咱看到这拜登要去欧洲，这日本的首相要去印度拜访，这都是一种得友朋友的这种朋友国家的做法。好，观众朋友，针对无谴责罗西亚这个代志吼，印度官方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对帝国主义以来吼，印度受到英国的殖民了后，一直在做大国的使用人，因无爱搁安尼啊。咱看到伫联合国对罗西亚制裁的决议面顶吼，印度3摆拢弃权，嘛是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内底唯一对罗西亚态度暧昧的国家。另外上重要的是就是即马罗西亚去互赶出 SWIFT 这个系统，印度要用因的金融系统直接甲罗西亚来交易。咱来请教线顶劳情外交官吼，这毋那是就是支持罗西亚哦，是用实质的方式，互罗西亚有金钱会当继续来战争，这国际社会敢会当接受？因为即马都是讲罗西亚已经互国际社会来制裁哦，所以咱看到讲这印度，所以讲因为即马目前伫罗西亚无法度使用即个 SWIFT 哦，所以国际即个资金都无法度进来入去即个罗西亚。咱即马看到讲印度因为要帮忙即个罗西亚，莫去互即个国际社会来制裁，伊就唔愿意伫迄个。联合国这个大会吼，来表达来谴责这个罗西亚。是安尼讲，印度要安尼做，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讲
对印度来讲，印度是一个无革命的国家吼，啊，这个无革命的国家，伊的核心利益，伊上介重要的这个利益，其实从来都毋是乌克兰吼。对印度来讲，印度的这个国家上介重要这个核心利益吼，并毋是乌克兰，嘛毋是所谓这个北约东扩吼，所以印度你会当去看到讲，伊是安那，伊讲伫即边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拢咧对即个罗西亚咧制裁即个时间吼，印度伊的表现其甲中国是非常的相共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印度伊其实有超过一半，差不多50%到60%即个军事上的武器是为罗西亚去甲买来，比如讲有真侪即个战车甲飞弹吼，其实印度上介重要即个战车甲飞弹即个来源，就是甲罗西亚这边吼来购买吼，所以讲你会当去看到讲，印度有伊家己的想法，伊有伊家己的顾虑，伊无可能想讲，咱讲即个四方会谈吼，四方会谈嘛，美国、澳洲甲日本，伊无可能甲即其他西国家共款，会当共声来谴责即个罗西亚，所以你嘛会当去看到讲，啥日本即个首相哦，要去甲迄个印度讲，你袂使安尼做，你必须要爱徛伫民主这边，你必须要徛伫国际社会这边，你必须要甲罗西亚去施加压力，因为你若是无安尼做话，就会当去看到讲，目前罗西亚伫全世界。即个盟友是愈来愈少吼，愈来愈少。啊，即马伫印尼吼，即个要开即个 G20 吼，我个人是感觉讲吼，要叫 G20 吼，莫互罗西亚来开会是足困难的代志。啥讲呢？因为 G20 内底，即马的今年的即个地主吼是印尼吼，啊，伊内底佫有印度、佫有巴西、佫有南非，啊，佫有中国。所以讲，其实这几个国家拢是传统来讲吼，对。罗西亚吼对中国较共一边的，所以无可能去看到讲，这5个国家吼，印尼、印度、巴西、吼南非甲中国共相来谴责这个罗西亚，这是非常困难的代志。所以即摆G20这个6月要开会嘛，对不对？伊嘛是希望讲安尼，我都看到是讲罗西亚这个代表吼知难而退，伊家己莫来派代表来开会，因为伊若是伊正经要派代表来开会，安尼。即个 G20 若是无甲即个罗西亚甲赶出去的话，即嘛是非常的即个歹看啦。所以即摆看嚟讲吼，即个 G20 即个会吼，个人要观察的重点就是讲，第一吼，罗西亚的代表是毋是会来开会，还是讲伊今日袂来开会？啊，第二就是讲，若是罗西亚的代表有来开会的话，吼，可能讲包括即个 G7啊，即个美国其他的国家的代表，可能系。会用这个集体缺席这个方式来表达抗议。是，事关大哥，咱阁问一下吼，就是这个冷战时期，这个无革命的这个国家吼，是印度来领导，总是即马其他的国家一个拢加入谴责罗西亚，这敢对印度是一个外交上的压力？我感觉对印度来讲，印度其实无讲一个足核心的外交上的政策。印度的外交政策从来拢是因印度家己的国家利益来做考虑，所以并不是讲因为我印度本身是即个美国即个四方会谈的成员之一，伊讲就讲安尼，我就一定会伫罗西亚即个议题甲美国、甲澳洲、甲日本徛共边，绝对毋是安尼想。印度的外交上的即个利益从来拢是因家己的国家利益，所以这是非常无共。你袂当讲哎。今仔这四方会谈吼，这个跨了 QUAD 吼，是安那四个国家吼，当独立这个印度无表态，安尼你是毋是安尼？你安尼做无对，你安尼做你毋对。印度伊袂讲因为安尼压力吼，所以去做改变。印度咧考虑就是讲，其实乌克兰并毋是印度的核心利益。乌克兰伊安那是对印度来讲，伊无啥要紧。北约吼 NATO 是毋是有东扩？这个代志其实对印度来讲，其实嘛毋是讲足介重要代志。咱拄仔即个老师有去讲的吼，对印度来讲是啥？第一，上介重要是，我的武器有超过一半是甲罗西亚来买，所以伊哪有可能因为即个乌克兰即个代志去
拍歹伊甲罗西亚的关系，那是因为乌克兰即个议题伊拍歹甲乌克兰关系，安尼未来是毋是讲伊就无法度甲罗西亚来买战车、来买飞弹？其实印度在这最近这几年，伊开始有所谓即个国防自主的多元，就是讲伊嘛是知影讲豆豆来分散，毋通讲孤独来甲罗西亚来买即个战车甲飞弹，但是目前来讲，其实伊大部分超过一半的即个军事即个武器、即个武器即个也是为罗西亚来进口，所以伫即个印度去做到伊家己国内即个武器国防会当做到即个100%即个分散进程，伊无可能因为乌克兰即个代志去拍歹伊甲罗西亚的关系，所以咱去看印度即个国家，一定要去想讲，伊无一个讲伊的外交上即个做法，即个理由并毋是讲是我是一个民主国家伊对方毋是一个民主甲人权的国家，伊并毋是安尼去看，伊拢是去想讲，我要安怎做对印度来讲上好。即摆乌克兰即个议题，其实对印度来讲，伊目前安尼做，伊家己感觉讲是上较符合对印度来讲上较大国家的利益。是。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印度甲罗西亚的关系嘛，包括着即个军事面顶的合作伊为2018年、2016到2020年拢对罗西亚买侪武器，其中包括战车战机、畅水舰、飞弹遮的武器。咱来请教罗委员当初的国际局势是安怎会互印度走去即个苏联买武器咧？当然，这是因为冷战的关系嘛，冷战尤其是这印度，中国迄当阵1960年迄当阵对印度开始发动攻击，是，迄当阵这个印度开始要要求像讲美国这边帮战结果美国实际上无特别甲帮战，当然这个印度考虑是啥物？迄当阵是美国是感觉讲，这款的这个这个物件实际上是中国甲印度。双边家己的关系即个冲突，另外就是讲美国迄当阵要处理上大一个威胁，犹原是即个苏联，所以讲伊算讲是东边甲西边，伊无想要伫即个南边遮要搁开一个新的一个战场。当然有即款的听讲有即款的考虑啦，但是我是感觉讲印度到后来就是感觉讲美国无迄个袂当甲活嘛所以到后来家己一方面家己咧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开始甲即个算讲苏联搁进一步来看会当来交往。当然迄当阵中国甲苏联已经两个关系已经无讲介好啊虽然讲因为越战的关系当美国因为越战，所以讲伊算讲伫即个越战的泥沼伫迄内底但是就是讲中国甲苏联之间伫1960年的时阵已经毋是讲介好，苏联就开始甲迄个印度开始来女娲用即个方式来牵制即个中国当然了后即个美国开始拍迄中国牌的时阵，变成讲印度甲苏联伊的关系都愈来愈坏。所以讲这是有即款的一个发展啦。我是讲到后来即马咱就虽然讲印度有即个独立自主算讲伊的即个自主的即个外交无革命，但是即马印度家己的外交官伊嘛知影。罗西亚经过即届国家的即个元气已经大伤啊，即敢若亲像伫90年代拄开始冷战拄结束的时阵印度本底是甲即个苏联真好，靠即个苏联甲伊牵制即个中国，但迄当阵苏联整个拢放弃啊，所以讲伫迄当阵印度伊感觉无法度，所以讲伊就开始主动甲美国接近。这是印度家己的选择。所以讲，印度伊既然是安尼伊嘛无可能讲因为讲我无革命，所以讲我就无甲其他国家做伙，因为对伊来讲，中国是上重要的威胁嘛。所以讲，即马敢若亲像是一个1990年拄开始，冷战拄结束，迄个苏联要放弃迄个前线的重演。所以讲，伫即个重演的内底即马印度的外交官实际上嘛在想讲，即个无论讲罗西亚即个战争了后的发展是安怎？罗西亚一定经济即马足歹，
所以讲伊本身的国力吼一定会下降真济。是啊，对印度来讲，这表示讲印度一定要搁甲迄个美国甲欧国较近一点嘛。是，即摆印度所有的想法是讲，卖互罗西亚完全拢放弃，卖互伊安尼，吼。所以讲罗西亚爱甲伊停落，袂当互伊完全拢无去。这是印度即摆一个想法。但是你讲迄印度甲迄个美国愈来愈因为伊本身的算讲战略自主吼，无想要甲美国做伙。即摆伊的想法，毋是讲我无要甲美国做，因为嘛知影讲啊，罗西亚已经无法度的时阵，啊，中联嘛爱靠甲美国斗阵搁较密切合作，才有法度来针对迄个中国威胁。是，吼，啊，当然，印度即马开始为着要辩护，讲为什么你无要谴责迄罗西亚？伊用其他的理由，讲这我对以前到即马都自主啦，我无爱做其他大国的即个附庸啦，吼。刚才就是讲我甲美国做伙都变美国附庸，这拢是讲话吼来迄个来暗砍伊其他的一个，伊嘛知影讲伊投即款的票真有问题，所以讲伊就发明搁较其他的即个讲法。找回头就对。对，找回头啦，来表示讲我嘛冠冕堂皇，啊，但是伊家己嘛知影讲，伊即款个理由吼，无啥物正当性。是。印度即马小听罗西亚吼，总是咱亚洲另外一个国家，日本甲罗西亚真无拄好。这个报道咱先来看。俄乌战争24就满一个月，乌克兰的军民要拼死咧抵抗侵略。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23日天的暗时发表讲话，这嘛是伊伫战争爆发了后头一遍使用英语，呼吁全球上街示威，表达追求自由甲和平的诉求。Come with Ukrainian symbols to support Ukraine, to support freedom, to support life. Come to your squares, your streets, make yourselves visible and heard. Say that people matter, freedom matters, peace matters, Ukraine matters. From March 24th, in downtowns of your cities, all as one together who want to stop the war. 泽连斯基伫个23日天对日本也有法国的国会发表视讯演说，伊以核武之灾、核灾也有沙林毒气强攻这个内容引起共鸣，嘛望讲日本会当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Реальну допомогу Україні. Ви стали першими в Азії, хто почав дійсно сильно тиснути на Росію для відновлення миру, хто підтримав санкції проти Росії. І я закликаю вас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це робити. Закликаю об'єднувати зусилля держав Азії, ваших партнерів, щоб стабілізувати ситуацію, щоб Росія... また、これまで表明した1億ドルの人道支援に加えて、この追加の人道支援も考え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因若对法国的国会演说，泽连斯基呼吁法国来展现领导力，保卫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并且请卡苗以第一世界大战的时阵反俄等战役的这个倒立崩壁来形容乌克兰的现况。Після тижнів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вторгнення Маріуполь та інші українські міста, по яким вдарили окупанти, нагадують руїни Вердену. Як на тих страшних фотографіях часів Першої світової війни, які, я впевнений... 泽连斯基嘛，法国的企业，包含雷诺、欧商，还有法国上界大的五金通路商乐华美兰，这些大型企业，紧的都爱退出俄国的市场，嘛呼吁讲因爱停止赞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停止赞助对这的少年劳工钱的谋杀。所以，这个价值观是比利益更加重要。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好，观众朋友，咱今来看罗西亚甲日本的领土的争议吼。这美国是安尼，伫北方有一个罗西亚的勘察加的半岛吼，伊侵入海，正对日本的福凯托中千岛群岛。伫二次大战了后的时阵吼，4个岛去互罗西亚苏联提去。不过，伫这个1951年的合约内底，美国声明讲，这个北方的4岛毋是苏联的领土。到1956年的时阵，日本甲苏联有一个共同的宣言吼，讲要兴2个岛，互日本总是迄阵无签约，这个争议一直到今。为罗西亚侵略乌克兰了后，日本对罗西亚的态度吼反共的，其实首相前一阵明显讲，
罗西亚占日本的领土，而且是非法的。咱看到3月到达吼发生足侪代志，罗西亚这个战机吼侵入日本的领空啦，另外。罗西亚的国防部宣布要伫日本的北方四岛进行这个飞弹的试射。另外，伫去年10月的时阵，中国甲罗西亚联合军事演习是射日本的本岛一连哦。咱请教赖委员吼，这敢是一个对敌的阵营已经形成啊？罗西亚甲中国、美国甲日本。我想吼，即马讲到日本吼。我是感觉趣味的所在是讲，即马现任的首相对迄个算讲罗西亚立场非常强硬。是。但是也是讲进前算讲咱上好的朋友吼阿伯吼，伊本身对迄个罗西亚立场都无像讲即马即个现任首相遐尼硬。是。伊的考虑实际上甲印度嘛差不多，伊是认为讲吼，迄中国是上重要威胁，所以讲要安怎甲即个卖互即个罗西亚甲中国挖愈挖。所以讲伊的所做所想的拢是卖互即个罗西亚甲中国吼徛做伙，所以伫遮吼，算讲伫过去2014年迄当阵，算讲罗西亚开始嘛是占领，也是讲嘛并吞吼，咱讲 Crimea，就是即个乌克兰伊Crimea 的即个所在。迄当阵当然美国甲欧洲已经对罗西亚开始有制裁。日本嘛同意讲制裁，但是了后佫开足侪小门的，无讲互即个制裁100%算讲会出来。当然美国迄当阵知影讲日本的一个考虑，所以讲嘛无对伊讲遐尼侪话刚讲到好啦，我知影你讲你的处境所以讲我就迄个算讲看者咪者都过去啊。但是即届即算讲罗西亚对乌克兰这是非常违反完全世界所有的规则的即个侵略你无代无志，佮甲一个主权国家安尼甲讲落，这当然这是无道理嘛。所以讲你无法任何理由，你嘛无法度讲我顶届我会当用阮日本安尼做，即届我就点莫讲话。所以讲印度即届伊想要讲像讲顶届日本安尼我要开小门想要留互即罗西亚一条后路。美国就讲即届无法度，因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的违反。这是也是讲咱即马互你安尼来做的时阵，咱是毋是表示讲强国家来欺负弱小的国家用这军队用这武力咱就嘛爱想讲这嘛有可能，所以讲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所以伫遮咱即马就讲日本的即个立场，当然即届甲即个顶届有一下真大差别是讲，即马现任首相。伊对即个中国的即个立场拄拄好，甲即阿伯无讲像讲阿伯遐尼强，所以讲阿伯为着对中国足强的，所以讲伊无希望即个罗西亚甲中国愈活，希望伫遮会当互即个罗西亚算讲有一个开一条路，莫互伊甲中国相活。但是即现任首相有的人是感觉讲，伊可能对中国的迄个立场算讲较冷者，较软。所以伫遮对迄个罗西亚本身来讲，伊就是较无顾忌啦要安怎来就安怎来，这不要紧，我就照步来啊。像讲伊咧讲即个非法占领即个算讲北方四岛这种是日本固有领土就讲到最古早以来就是我的。伫阿伯当阵拢无过即款的话，因为伊有一个考虑嘛。但是对即摆现任Kishida即个首相，伊就感觉讲这不要紧，我就安尼甲讲落。所以即马这内底嘛是有真趣味，就讲根据无共的历史甲无共的战略观算讲无共领导人对罗西亚的迄处理的方式态度都一点仔无共款。咱昨节目有讲到这个其实达是受到阿伯的资源支持来得到这个首相的位罗委员，这敢是讲到显示讲政策无延续？算讲。我是感觉应该是两个人，伊过去的态度无讲，算讲有个政策内底是态度应该是有一点仔无共款。尤其是Kishida伊任用即个算讲外相咱讲海亚西林芳正伊本身是对中国算讲伊任用即个人阿伯接受去的。阿伯是讲即个外交大臣海亚西是较软正的，较软的对中国。
足软的，又唔敢看软，对着足软的。所以讲是，算讲阿伯本身是足无赞成用即款的人来做即个大臣，但是其实他坚持要用即个人吼，是，所以就开始来因算讲即内底因两个之间就有算讲有摩擦啦吼，感觉讲是咧外交路线。但是我是感觉讲，即马吼算讲日本因为罗西亚所作所为吼，连即个阿伯本身嘛无法度忍受。所以讲，即阿伯嘛支持要甲即个罗西亚要甲谴责吼，无讲像讲2014年的时阵，佫想着要开真侪迄小的门。啊，但是其实我是感觉伊遮吼，就是加码跟进吼。啊，实际上用即款的方式来讲，我比阿伯佫对迄个罗西亚佫较强来道歉吼。阿伯迄当阵伊亲俄，啊，迄个阿伯想来即算讲报即个，我是感觉讲，伊当阵阿伯对即个其实吼。算讲，伊感觉讲，伊对中较软的即个鸟车湾，有一点仔即款的即个感觉。是，咱来请教吴教授吼，历史上日本甲即个罗西亚交战的即个状况一直无结束，因为即个北方四岛的关系。即马罗西亚退出即个二战的和谈即个协议吼，这事实上敢有实质的意义？我想吼，其实即届伫日本甲罗西亚吼，这制裁部分，咱看到首相非常的强硬。但是咱看到吼，这中央的转变，其实是伫旧年，咱看到小可一寡迄款涨头。为虾米咱讲？其实咱四据顶头，咱有看到吼，中国甲罗西亚因来举行这联合军事演习，伊除了设日本专岛一年以外，上重要的是讲。罗西亚甲中国因两个已经是编队来进行这种海上的演习，所以中国甲罗西亚若是联手，即摆日本甲罗西亚的关系若无好时阵，中国到底会徛伫什么立场来看这个部分？其实咱知影吼，过去其实不管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其实嘛有想过讲啊无招习近平来日本访问，来迄款韩国来访问，但是咱看到是讲吼，其实。中国吼，伫过去内底对这北方四岛伊的看法哦，迄个时阵周恩来，迄个时阵伊的拍板吼，伊就讲啥？伊讲这北方四岛吼是属于日本的，所以你若即摆若是去看中国的地图顶头吼，这北方四岛其实顶头吼，其实写的是罗西亚占领，伊毋是写这是日本的，嘛毋是写。这罗西亚，伊是写罗西亚占领，但是迄个时阵周恩来就讲，这北方四岛是日本的，所以咱看到讲，其实中国吼对伫即摆日本甲罗西亚的关系无好的时阵，日本嘛咧关心讲，中国到底会创啥物代志？所以咱看到讲，即摆首相吼下来会去印度，吼中国的外长嘛要去印度，这为虾米？因为印度即摆伫全世界咧制裁罗西亚的时阵，印度竟然讲伊要去买伊的石油，要去买伊的天然气，这对这共款是美日印澳看到即个四方的会谈内底，其实是感觉敢落一骹。所以日本当然伊伫这制裁罗西亚的部分是非常强硬，强硬的时阵当然大家拢咧看，这日本甲罗西亚。强硬的时阵，到底吼，这中国到底徛做啥物立场？其实咱嘛看日本即摆伊的迄款国内吼，嘛有一种讲法咯。即摆罗西亚遮尔强硬吼，是毋咱趁这机会吼？伊讲拒绝吼，行这领土的部分，是毋是干脆趁这机会吼？咱就干脆去收掉日本有迄款极右翼的，捌讲过即个话。但是咱知影，其实即届罗西亚去占领这乌克兰的部分，伊无用到太平洋这的军队，尤其是美国甲日本的安保条约内底吼，其实无包括北方四岛，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这个部分，这是咱爱看到的一款情形，尤其是日本即摆较强硬的时阵，伊当然伊咧找伊的这 partner 这种关系，对印度来讲，伊到底会徛出啥物伊款关度？一个部分当然对日本来讲，伊嘛是感觉伊是亚洲的一个大国，所以要甲印度这个大国内底会当伫制裁罗西亚的部分，有搁较侪迄款合作的迄款可能因为咱嘛知影中国的迄款王毅嘛准备要去，
所以这两个中敢会起有迄款有的这个部分，也是对这乌克兰的这款战争有法度有一款新的迄款平衡的部分，所以这嘛是咱要继续看的。是。观众朋友讲到亚洲国家对战争的态度，你可能想袂到台湾加入制裁吼，会互罗西亚的飞弹袂飞吼。这个报道咱先来看。罗委员，咱想袂到台湾的这个晶片竟然会互罗西亚的飞弹袂飞，敢袂使讲这个台积电吼，毋那是护国神山，嘛是护世界的神山。这咱台湾的资产应该安怎来保护？我看到这段这个访问吼，我感觉心内算讲迄个感觉足复杂的啦。是。刚刚参是讲，当然即马是讲咱无卖互伊，所以无法度拍。啊，到进前就是讲，因为咱卖互伊，所以讲伊一直甲迄个乌克兰甲拍甲讲落。哦。嘿，所以我感觉是讲，按你来看，变成讲咱嘛是即个。进前是咱害的。嘿，咱算讲嘛有一半有嘛有担保的迄个责任吼。当然，要安怎用，这是因家己的代志啦吼。当然，我是感觉讲，这条消息嘛，表示讲吼，台湾真侪这高科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算元件吼，变成讲伫真侪世界内底有军用嘛有民用这两款的这个角色。啊，所以表示讲，伫全世界，咱讲禁止这个算讲先进武器的一个扩散，也是讲飞弹扩散，吼，像讲这款的这个机制内底。算讲台湾实际上嘛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是。因此吼，算讲有两个代志应该爱处理。一个是讲台湾全世界咧讲着讲迄个卖互这武器吼，乌白乱压吼，去扩散到其他的所在，是讲互算讲黑社会无好的人甲使用这款的国际的这个对话平台，应该爱互台湾入去。哦，这是一方面嘛。是。但另外一方面是讲，咱国内嘛应该爱通过，算讲一个较好的这个法律，卖互伫台湾哦，家己制造的物件，尤其是足先进的物件，互算讲有问题的国家，还是讲个人，还是讲组织，吼，去甲摕去。所以讲这是两个，我是感觉讲，既然讲苏联罗西亚吼，即摆就讲着讲，伊的真侪飞弹吼，无台湾伊都无法度好好来拍别人。这嘛表示讲，咱应该家己嘛做真侪即个法律顶头的即个改善吼。所以讲，卖互咱家己的物件吼，哦嘛变成讲去杀人的一个凶手啦。哦，美国咱知影因的军火吼，要卖啥物人啊？经过国会有一个机制，咱也就是讲，咱台湾即马要敢是无？伊毋敢若是讲国会爱同意，是讲即个。军火内底相关的这个生产的产品吼，也是讲伊有迄美国制造的物件，变成讲你甲这个物件卖到其他所在，也是讲送互其他所在咧使用吼。美国算讲有权来去处理，讲我会当要求这个元件会当到什么国家去啊？是。啊，咱台湾实在是无，刚才像我卖出去都刚看鸟飞出去共款，这都毋是我的代志啊。是。多谢两位来宾，咱台湾新眼界，明仔再会。Was a simple verb, merely a part of speech used in everyday life. But it's not that simple for us, because now the everyday Ukrainians simply cannot say words without bursting into tears. This was my home. This was my friend. This was my dog. This was my car. This was my job. And this was my father. And this was my daughter. Th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fresh wounds are bleeding with that wounds. Russia has drowned Ukraine in tears and blood and children's corpses. But there is one thing Russia doesn't get. Was is the word that describes its life. And we Ukrainians already know what will come next. We will win. And there will be new houses. There will be new cities. There will be new dreams. There will be a new story. There will be, there's no doubt. And those we've lost will be remembered. And we will sing again, and we will celebrate anew.
Yes, Ukraine was beautiful, but now it will become great Ukraine.